加斯利 Pitlane 超速上訴得直，原因係因為卡迪力。事件關鍵係 Pitlane 入口第一個測速區，今年多咗卡迪力車隊 ，Pitlane 入口快線位窄咗，車手可以用更短嘅距離入 box。咁多年都係用2692cm 計距離，但係今年經過激光雷射掃描重新計算，只係有2615cm，計多咗77cm啊！用翻啱嘅距離計算，兩次都冇超速，今次仲揾到賽例嘅漏洞，並冇規定官方計時系統係唯一決定速度嘅準則。所以 Stewart 最終要回答嘅問題唔係系統有冇顯示超速，而係加斯利實際上有冇超速。FIA 裁決加斯利並冇超速，2個5秒嘅判罰全部取消，恢復季軍嘅位置。Alpine 係唯一支車隊喺96小時內提出上訴，所以就算 Alpine 上訴得直，其他受罰嘅平治羅素、法拉利、咸美頓嘅案件都應該係獨立審訊，唔應該自動為其他車手推翻判決。大家又點睇今次超速事件呢？係正義得到彰顯呢，定係其他車隊一早發現嘅問題呢？歡迎 comment 討論。